自2025年9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智慧化解危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下卷20章第19到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0章。迄时有一个匪类叫做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囝。伊分扫甲讲：大比王国咱无份，亚西的囝甲咱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倒去恁兜。对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离开大比，去缀比基利的囝示巴。毋过犹大人对约旦河到耶路撒冷规逝路，拢甲王缀条条。大比到耶路撒冷入王宫，伊将前所留伫顾王宫的10个嫔妃，甲因关禁伫别间厝，强迫因才穿用，无甲因穿裙，因受关禁，亲像寡妇直到因死。王对亚玛撒讲：你着伫3日内召集犹太人来我遮，你嘛着来。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太人，毋过伊延前超过期限。大比甲亚比书讲：当比基利的囝示巴对咱的伤害，会比押沙龙较严重。你着带你主人的军队，甲伊对入，才免伊占着坚固的城，成做咱的困扰。约押的部下甲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以及众勇士，拢缀亚比书对耶路撒冷出去，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因到基遍的大石盘遐，亚玛撒来到因的面前，迄时约押穿战甲，下带刀剑的腰带，刀插伫手内。伊行进前的时，倒对兽年落出来。约押甲亚玛撒讲：兄弟平安。约押就用正手落亚玛撒的喙手，要甲伊针。亚玛撒无注意约押倒手举剑，约押用迄支剑插入亚玛撒的腹肚，伊的肠仔流出来伫涂骹，一倒就死。约押甲伊的小弟亚比书去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有一个约押的部下徛伫亚玛撒的尸体边仔讲：拥护约押归顺大比的人，拢着缀约押去。亚玛撒的尸体搁甲全废倒伫路中，约押迄个部下看到众人拢停骹伫看，就将尸体对路中甩去远面，用衫甲伊嵌地。先死对路中甩走以后，所有的人就拢缀约押去对入比基利的囝示巴。示巴行透以色列所有的支族，到伯玛加的阿伯。比基利共宗族的人嘛聚集来缀伊。约押甲伊的军兵到伯玛加的阿伯，围困即个城，面对城的外墙去涂堆，搁弄城要互伊倒。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对城顶叫讲：听咧，听咧，恁去甲约押讲，请伊来遮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约押就行活去，妇人讲：你是约押是无？伊应讲：我就是。妇人讲：请听女婢的话。伊应讲：我得听。妇人讲：古早人有安尼讲，有代志着去阿伯遐问，才会解决。阮伫以色列中是上和平、上忠诚的一座城，你是想要毁灭以色列中即个遮尔要紧的城，爱要吞灭
上主的产业是无？约翰应讲，阮绝对毋是要吞，也是要灭即个城。代志毋是安尼，是因为伊发现山区有一个人，比基利的囝示巴起手攻击大鼻王。恁将即个人交出来，我就离开即个城。负责人甲约押讲好，伊的头壳我会迄个城墙互你。负责人就用伊的智慧说服众人，因将比基利的囝示巴的头壳迄互约押。约押分扫角，军兵就离开城解散，逐个人倒去因兜。约押倒去耶路撒冷去王遐。约押做以色列的元帅，也互亚大的囝比拿雅管辖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。阿德兰管理罗亚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士官，示法做书记，撒督甲阿比亚他做祭司，埃尼人伊拉嘛做大笔的祭司。用智慧化解危机。押沙龙死了后，大笔对马哈念转来耶路撒冷，重新恢复的大笔王朝尚未安定。便雅悯人示巴却又掀起背叛。示巴虽然无集结军队向大笔发动战争，但是当伊指出大笔对以色列人毫无益处，叫以色列人返去本家，就鼓励因撤回对大笔王权的支持。最后，除了犹大支族以外，其他的人拢背叛大笔，跟随示巴。示巴弃绝大笔做王，可能是要效忠伫偏偏是便雅悯支族的扫罗王朝。圣经记载真侪背叛的故事，其中袂少是背叛上帝竞选的仆人，搁这的背叛者注定拢失败。大笔转来到耶路撒冷王宫，即刻处置先前老朽的10个嫔妃，因为押沙龙捌甲因发生性关系，所以大笔甲因打入冷宫。尽管安尼，大笔还要履行对因的责任，供给因生活所需要的。大笔为着避免示巴继续作乱，吩咐阿玛撒3日内调集犹大军队回城。时间到，却还无看见人，就吩咐阿比斯带队去追示巴。阿比斯原本是伊兄哥约押的属下，当大笔直接下令予伊，若像是有意削减约押的气势，但是约押犹原甲阿比斯做伙出发。路中因拄着阿玛撒，约押用正手掌条伊的喙手，计意要甲伊针喙。只是约押的计谋恶测，伊趁机用倒手刺刀刺入阿玛撒的腹肚，互伊的内脏流出来伫涂骹，瞬间殲除一位竞争的对手。约押再次谋杀会威胁到伊地位的人，拄亲像伊杀死押尼尼共款。示巴走遍以色列各地，最后到北部的阿伯伯马加城。约押甲部队听到消息，就对入伫外墙起土堆，准备攻城。转好时，城内有一位聪明的负责人向约押发话，质问伊为甚物要消灭一座忠诚和平的城。后来
约押甲伊达成协议，只要阿伯城的人交出示巴，伊就下令撤退。所以伊向城内的居民献策，因就甲示巴的头暂歇落来，互约押。约押达成任务，就向全军分扫角，部队接到信号，就离开即个城，倒转去耶路撒冷向大卫王交差。即名妇人人应该是有受过教育，也是有地位的人。伊甲约押谈判，是用智慧的言语，佮采取果断的行动。这位聪明的妇人人成功阻止一场灭城的危机，也显示阿伯城的人明智的传统。圣经编撰者伫本章落尾段插入一份大卫王朝的大臣名单，看起来甲示巴之乱无直接关联。这份名单和即位甲撒母耳记下卷第8章15、19、18节的记载相差无大，但是也有通看出大卫王朝的行政架构日益复杂，增加管理劳工的亚杜兰。大卫借由劳工加强国内建设，互政治秩序恢复，是国家强盛的关键政策。总是强征劳工，造成人民的动荡，却也成做后来国家分裂的祸因之一。默想，大卫对内设立各种领袖，所有人各按其职，齐心辅佐君王治国。这对教会有啥物启发？大卫对内设立各种领袖，所有人各按其职，齐心辅佐君王治国。这对教会有啥物启发？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我为我的国家祈祷，求你互国民会当团结合作，共同守护台湾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